我想強調，輸入外勞只係一個短期嘅權宜之策，並非一勞永逸嘅方法。中長期都係要靠本地勞動力嘅規劃同培訓。所以我喺修正案提出，希望政府採取更積極嘅措施，進一步釋放本地勞動力，特別係婦女同長者，提升本地勞工嘅工作技能。我哋認為，為咗確保計劃唔會偏離政策嘅目標，政府係需要按經濟發展、各行業嘅人力供需變化，靈活調整適用範圍，不低於行業中位數嘅規定。呢一個嘅條件嘅政策原意係要防止輸入勞工計劃由應對人手不足變成係為咗想輸入廉價勞工，最終損害咗本地工人嘅就業機會，令到佢哋嘅人工係停滯不前。同時措施亦都避免外勞同本地工人出現同工不同酬嘅職場矛盾。